下個禮拜咧就會推出嘅 Twitter 第一張專輯啦，亦都係正式進入樂壇嘅專輯啦，叫做 Make a Love Song。咁今個禮拜咧都會揾到佢同埋另一位被譽為係佢背後嘅男人啊，AT。但係唔好講到佢咁老喎，其實你兩個都好後生嘅，靚仔咁樣。但係估唔到咧啲音樂造詣都幾高啊，一手包辦晒編曲同埋監製嘅。咁你哋真係音樂人啦。其實如果真係要做一隻歌，無論佢係情歌或者咩都好，情係唔單止係愛情嘅，即係自己嘅感情啦，自己嘅一啲觸動到你嘅事情啦。咁我就揾到一首呢，就係當日你哋合作係寫俾四川小朋友嘅歌嚟嘅喎。係啊，因為即係可能我做音樂嘅路上都會有好多挫折，即係其實可能係。即係谷埋咗好耐嘅一啲好似廢氣咁喺個人入邊，咁我就有一日睇到，好慘啊！呢啲好影響身體健康嘅。係啊，咁我有一次就見到即係四川嘅莊文啦喺電視機上面，我喺度諗翻，究竟你點解要做音樂咧？因為你覺得開心啊嘛。咁我就覺得啊，其實作為一個音樂人呢，即係除咗去即係實現自己興趣之外，都應該將呢一個力量去幫助人咯。咁我就所以當時用咗呢一股雖然係廢氣，即係好似好 down 嘅氣啦。咁我就作咗呢一首叫做 You Must Be Strong 嘅歌，希望可以即係鼓勵佢哋。其實係一個 sharing 嚟嘅。其實做歌或者作為一個創作人呢，係咪好需要一啲事情或者啲經歷去觸動咗自己先，跟住先有嗰個引發力去寫嘢咁樣㗎？其實我就覺得咁樣會特別感動咯，係啊，同埋更加有嗰個故事性，因為當你有一個 story 就好容易可以感動到人。咁如果我咁講 How to make a love song 首要嘅條件係咪需要去生活呢？即係生活嘅意思係我哋需要去經歷一啲東西呢？我覺得係嘅，即係我覺得反而可能自己經歷多咗咧，創作出嚟嘅嘢都會豐富啲咯。You Must Be Strong 咧，就係當日發生咗一件咁大嘅事，你哋坐低靜落嚟沉澱咗寫俾佢哋嘅一首歌。其實係 Chita 好快咁就即係可能過咗即係發生地震嗰日之後，可能2日定3日就會哇你寫咗啦。咁樣咯，係好快。因為我好想做啊，我就同 AT 講，我話喂，不如可唔可以即係揾部機影住我自己喺度彈琴，然之後就當一個 video 咁樣 upload 上去 YouTube share 俾人咧咁樣。咁然之後又唔知點樣同一班澳門嘅朋友傾開啊，佢哋又拍開嘢嘅喎，原來喂你哋可唔可以仗義幫忙？因為都係 for charity 嘅。咁又揾咗 Johnny Yim 咧，我知佢彈琴好叻，咁大家都係真係好支持呢件事，咁就免費義務咁樣去做咗呢一樣嘢，咁我覺得係好開心咯，係。多少雙手背上了多少傷口，被埋在漆黑之中，不知道還要忍受多少的痛，家園沒了，從前要多個年頭，多少親愛的要分手。我看見淚流，真不願再看見那沉重畫面，求你不要再出現一遍，高聲我們一起唱，前面多少風雨你們要堅強，這邊有我們陪你們看。Promise me you gotta be strong， 你們一定找到新方向，我們願意為你們導航，一定能走出黑暗。忘記過去所有的悲傷，笑容一定更燦爛。You must be strong。我看見淚流，真不願再看見那沉重畫面，求你不要再出現一遍，高聲我們一起唱。
支持下樂壇新人，亦都支持唱作嘅話咧，你可以留意佢嘅名字，佢嘅名字叫做 Cheetah。